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嘅节目。哦，大家有去到冇？哦，係講你做啲水母水到凍爆，哇！天意嘅時間是咪去到靜心凍好，身體咪去到凍空天嘅感覺。不過咧，水母嘅水到好好，因為只凍好嘅面蟲，錯冇嗬？誒面蟲當中冇有膨蟲，所以其實膨蟲咧對你水母係非常嘅。有讓響，基本以嚟咧，睇嗰啲小介天數有隻好嘅膨衝，水母就咪水到樹上。係，今日咧分享啲點解裏邊一個是咧繞牆嘅哦，做膨衝做超過40年嘅董事長莊秀燕董事長分享。好，我係莊秀燕，萬天鳳創業嘅負責人，哦，到咗尾咧，今日當開始咧嚟到。客家電台，分享董事長吼，哇，睇面咧繞牆嘅係馬莎咧，係二台嘅接班人吼，馬莎咧許馬分享。大家好，我係許馬，我係秀燕嘅來。當等一下吼，好可愛哦！當等一下，佢講馬莎，我係秀燕嘅來嘅，董事長嘅來嘅，你係接班人啊，樣樣。其實容妹人從冇，容妹人，所以。我就許馬當厲害嘅，因為佢談的是，佢完全談的是回流腔嘅客家話。談90%啦。要談到有90%談的是。講是係。唔會講啊。其實唔會講啦，冇直接講啦，唔過直接談。直接談係。佢基本嘢都了去上節目，係白機，白機用力落去講呢個回流腔，就在爸爸嘅。客家話講到暗號，我做爸爸嘅影片做啲哇，學習到凍好嘅客家話。不過講到呢一下吼，你講水母嘅世界有冇？該膨衝凍蟲啦，錯冇？我先講一下，我記得我阿公嘅年代，記得水母嘅世界該面蟲啊，都係硬嘅，從呢就是木板，表木啊，咁講。我是到頭排年有冇案例吼，就是睡在凍硬嘅面蟲當，不過呢一下嘅人。好模樣水當條種係用膨衝，講一下，其實膨衝對你水母嚟講非常嘅重要，錯冇？有嗎？很重要，當然重要，非常重要。係講人生1/3啦，哈，水母係8點鐘，做事8點鐘，休息8點鐘，所以到膨衝水母。就佔1/3嘅時間，所以我哋膨衝對人嘅身體非常嘅重要。火嘅膨衝睡到快樂，天意靜心八卦。靜心八卦，咁叫我攞有解詞係靜心八卦，靜心冇錯。因為其實好嘅膨衝咪冇講當便宜，不過睇家上係講1/3嘅時間都係睡到嘅膨衝，該錢非常嘅值得，錯冇嗬？講到你咧，哇！你做膨衝超過40年咧，該種時我開始都做膨衝嘅時間，同講到爸爸有關係係冇？哦，佢種下哦，還是阿爸爸。16鋼天啦，鋼天特別鋼太極天咯，鋼4級兩天，所以講，你做來源是圖書雖然都冇夠數啦，到個高中畢業之後，是去做頭路，做頭路做到30年、4年，還是又到一間外商公司啊，外商公司佢只派哦，世界也真有名。佢當時係到香港，嚟到呀，你台北嚟線上，佢按照香港4年門創業公司，我喺度嘅地位都做，所以講就接觸咗膨衝嘅時間，結到個膨做差唔多排有3年左右，還是。工廠曬到嘅批回型，係就離開嘅公司。係保姆係因為去到爸爸鋼天係嘛？爸爸需要一個以後嘅膨衝，就決定自己去做。因為我做膨衝是講阿爸因為佢講12歲，我第4年嘅時候，是應講嘅8鑊啊。應講8鑊談什麼？我談得出。談知道所以講講一種膨衝咧講。我喺家下做業務時，大概外商公司做業務時咧，家生意是唔會做得咯。家下是70空年、70以上面家下，唔會做得。所以講，我講佢是離開個外資公司之後，我還是自家是慢慢是開始用
确实会些摸本身，哦，先让伊觉得火了起买款啦，哦，做咧机长嘅扮演做以后吼，让因觉佛没办法，哦，因此这个是咧确实咧做小的加工，哦，加工刚确实咧是做，做加工。哦，个讲为所啦，含讲确实做一些还是做让因漂浮，做个布线漂浮，哦漂浮，哦包面哦，恁讲个三伏那边哈，浮光让咩浮光提起啊，讲是有冲嘛，冲嘛就2000人甲，哦个俺个三伏的为所就冲嘛个多嘞，个路子啊抬跳嘞，我抬跳些讲俺老夫碰上隔壁还有在这摆啊，老人家吼，等人工天真艰苦，哦，有秋雕的尾雕啦，哦，个秋雕尾雕，个肉鸽啊，轮买啊，哦，还不特别的饭店，个请做是让俺这个把俺这个慢熟啊，吼，对，向俺爸爸都填胃，个都给雕肉鸽了哈，会买。那如果做冇几多年啦，做排有2-3年，哦，个工厂是个抽雕是冇缺，我开始做布线是转移，用个调料来先做膨胀，昂就开始昂能做膨胀哎。唐董事长公司的第一个去创业是辛苦的，从良是辛苦的，迄只应该我也做得到，你得改幸好看到一改，就是走被走胜利，就是。你真的不可以从走4年改命，你越东因为起头我就是一起都共同走染工，不论可能染工走在心头动够几改为业，不讲你带起来用应该他就是其实就是开始自己。等于是平地起，这样白手起家，按用改感高，慢慢也走台建，有没有？你像歌社也拿来开始变成一家共创啊，用你，你讲搞夯到最尾些当然。是应该重要的故事，每你节目一下是做咧讲述的啦，这用到个故事，动到个心酸血泪都地都。如果讲到俩，因为特别绕墙都来都俩牌，还是因为最后儿子也有想要回去接班，因为想转去接班，你会，然后你是怎么样想要回去接班？然后而且听说你回去的时候，因为爸爸刚才讲到重要的故事嘛，你好像还盖了一个小白屋，想要纪念，对不对？可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如果算起来的话，应该我跟我爸爸在回来工作的时间差不多，因为他差不多30岁创业的吧。哦。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其实也差不多30岁。哦。对，然后在外面工作很多年，然后后来出国了一阵子，回来之后就在家里待了2个礼拜，然后突然就觉得，好像应该回家了，没有什么想法，也不是说因为要帮忙，或者是像人家讲的2代有强迫接班都没有。就是突然就是觉得我要回家了，然后就是自己有很多想法，希望慢慢的去做。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这个有一件事情，其实我没有跟我爸爸讲过。我爸爸名字叫张修元，对，我很喜欢他修元这2个字，修元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在乎一些历史的东西脉络。那我们公司在。大概我回去第23年的时候，我们有整修的计划，所以老工厂就是原本就是传统的铁皮工厂嘛，趁这个整修的过程里面，就是我保留了一个小房间，因为爸爸他之后跟李明实在是关系太好了，跟乡下人关系都很好，很多人来找他，总不可能我在做生意，结果大家都来这边串门子。跑叉打嘴鼓。对，所以就是特别就是用他以前的那个三合院，以前我们公司的 logo 就是一个三合院的 logo，然后我们就把那个 logo 把它现代摩登化一点点，就盖了一个小房间，让他有自己的天地。所以爸爸现在都在那个小天地跑叉打嘴鼓，对，走立种，然后有很多个头衔，然后跑叉打嘴鼓，然后你在旁边卖力的工作，而且那小白屋很漂亮冻匠我自己蛮喜欢的。爸爸有喜欢吗？我不知道。又种了吗？他现在老看哇，我的建筑，哎呦，我当然有安面的信天啊，安西莫还有感觉哦。他的朋友比客人还多啊。我觉得就
就是爸爸就可以让我感觉，就是跟除了动年进打表重呀，我觉得他也是很愿意为大家服务感恩，所以可以陪就让动，也是因为广结善缘呐，哎呀，赶快安用你。所以其实当然像你们我觉得在你们这个整个创业的狗仓地图，其实走推路是这样嘛，你要怎么样有竞争力？对不对？你要怎么样去给你几个品牌，给你几个独特性？所以其实等下狗仓地图，其实你们有申请很多不同的专利，信强都能可以改专利。其中有一种动特别是风水，对不对？风水改捧从非常改有名。录节目之前呢，有老爸爸的大嘴骨，也老董事会大嘴骨啦，佢安样讲啊，佢讲你哋冇该捧葱啊，系讲该声音又。係講會拉牙，是而家膨脹是咪有啲潮胖胖有冇？係講會寫又寫唔得，係曬又曬唔得。係冇咧，你前少人永遠是要前先那一曬要動叫解時嘅，非常解唔方便，所以佢要得動好嘅想法，其實做了安樣解專利解開發，到了開發係乜嘅原因，還有乜嘅故事嚟，請大家先聊下。你馬上你等下長對門，到底董事長，那聊下解接班人，有乜嘅神奇嘅故事。东方宇所的绕墙头应该立总吧，哈，董事长啦，起码来到节目地图了，大概来讲一下几多创业的故事。哇，而且捧葱真的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而且都非常重要的东西。特别上班上到冬天的时间，走一走，睇一下的时间，是不是觉得哇，遇到捧葱很舒服，而且会有一种疗愈感感觉哈。因为上团讲到防水，那是你都。算是真的就是你们申请的那种专利，对不对？就是可以拖，做得洗，做得整理，吼。所以我讲我讲会错哦，因为你想讲话，比如讲声音、奶尿啊、球胖胖啊、流汗啊，用这边的东西，刚好做捧仓，做都有他们会商量研噶哈，那种捧仓的东西就800种了哈，刚好做捧仓的时候。从个到台北然后新庄、台山那边当多的小型工厂变到去到做捧仓就按照回收的黑心床垫对吗？因为台西嘅嘅新闻报动态，遇到已经做动便宜摸这个品质摸管好所以讲这东西来做。到开始做30年之后，我种咧捧仓就改变佢，就乜嘅下好嘅嘅形式就係講，就乜嘅理想嘅，剛開始就想講，一捧倉係講做得不好的寫，生意會難樣，不好的寫，寫好，有打點有來轉去，嗰時捧倉是。咱要普通是唔會出咯，唔會做啲玩蛇，或者剛開始到個師傅我請個師傅就係老師傅啦，我是到佢研究，我講咧捧倉會做風水嘅，有透氣防水布，有尿又唔會染下下不到伊，就不好的蛇嘛，做啲不好的蛇。當然地都沒有鋪面，東岸就鋪面，韓國海鮮是按照防水墊，按3個結合，做拉鏈，做啲細縫，全部完全剝開來，就擺係講要奶尿，就係講要到奶尿奶洗啊，捧倉是爸爸穩定嘅毛絨啊，所以我講要做了做了就。專利嘅捧倉，可能就幫佢是見到嘅見上，包括做嘅拉鏈嘅捧倉，又經過2、3張嘅嘅辛苦啦，堅持，到那個到廠商賣布，那個地圖嘅風水布，韓國嘅尤其嘅個對角嘅最好就會做得順啦，佢做嘅捧倉嘅個。多方面的个拉鏈啊，拉鏈還是用5號的拉鏈，做啲不好的鞋，是按緊掉都不好鞋。一方面
走来走去也是可能人家是走出来哦，安尼是那本该专利商标事务所哦，那种现场一家专利，专利按照新形式专利啦，新形式专利哦，后面我是该做个碰上基本该中央标准局来带去批款啦，哦，叫伊审查，哦，审查200日后资料给碰上的样本带去一些，哦，后面是做76年，开始就准好了，后来按照反面的按照新形式换洗的床垫。当然，胜利呀，扁都动喉啦。你听唐爸爸讲人家古时改世界啊，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我先讲我的感想，我的感想就是那个港雄嘿，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企业家，那但是他又是一个台湾，就是真的是扎扎实实其他给的一个企业家，因为他讲的很细，就代表他其实不是只是经营管理，就你知道他知道费松都改细节，他会告诉你几层，然后5号拉链，重点是他有想法，所以他会开发，因为开发。所以他就是一个研发者，但他又是一个经营者，然后他自己又是一个了解所有细节的人，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有时候我自己在听这样的故事，我就会在这个人身上，主要感念幸好款都为什么他会成功的原因。对，那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很崇拜爸爸？说崇拜也还好啦，但是以前床垫的保固跟现在不一样，以前的床垫其实都是要保固20年、30年。那这个有背景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床垫哦，其实它算是一个奢侈品，不是每个人家都可以买到一个比较新的床垫。所以其实，在防水床垫在做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希望他们这个床垫用久是可以干干净净的。上一次我记得，上一次我们的老客人有把那个防水床垫拿回来，叫我们换布哦。那个床我看它已经32年了，它还在用。哇！可是就真的是还是有这种老顾客，他们还是在使用这个防水的东西，很感人呢。因为我曾经访问过那个菜刀的，就他也是可以有保固，锤豆，切锤豆，伊咪有保固，伊咪讲要30年嘅病，他存在阿公跟他洗腿，就改锤豆再磨。可是这都是很动容的故事。当然有个角度讲说，哈，你从走田后咧，30年都唔会反款，冇摆脱传统讲，人为在构图，其实也会让你品牌转型，就是其实你很在意永续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一开始防水床垫就是希望客人用得久，然后让它可以洗。那东西不可能是可以用到都不换啊，这样其实是不太卫生。所以可以洗的话是保持卫生。那以我们自己的话，就是从以前他们在做防水床垫，或者是像小时候那个阿婆啊，叫我们采酸菜，一直采，然后从他自己种芥菜，然后种到酸菜，这个是一个生命循环。那其实从小就是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想说，那我们床垫在制作的时候，有很多没办法去化的废弃物。然后小时候跟爸爸他们啊去跑业务啊，那个新北交流道下面叠的那个床垫，垃圾床垫就是废弃床垫，叠得非常非常高。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事情，让公司的垃圾制成垃圾会少一点点。那说垃圾也不算垃圾，因为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因为它消耗品。那客人用掉的当然是没办法。但是我们在制成上面，如果能让这些东西可以再利用的话，那或许它可以有新的方式，可以有生命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把这些边料想找师傅啊，做了一些小枕头。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些小朋友，他们5岁的时候，怎么都是趴在手上睡觉。那手会麻，会对啊，以前都这样睡。我想到，因为我们自己有去接触一些育幼院，想说他们都怎么睡觉的。那自己以前念书的时候都是趴着睡觉，手会麻。那我就做一个小枕头发给他们睡觉。然后后来因为自己也喜欢动物啊，那就又改良做了一些那个宠物用的大垫子。然后发给流浪动物的单位这样子，这个就是从很久以前就做到现在。所以其实对你都该继续来讲，床继续做，我们继续卖，继续做生意，从无。不过带起来因为了动腿嘅时间，所以
等于是现在的这个接班人，其实他有一个更宽博的概念、永续的概念。我是想到爸爸开始，你的民众做在洗哦，碰冲做在洗，啊，不你用冻球，然后你俩片的概念，你带想不你用冻球，寸改零零角角，我还做利用，因为浪费，因为真的我觉得。这真的太重要，因为你特别给弄掉沙皮豆咧哈，我们对提供给破坏已经非常多嘞哈，所以你看，所以你们现在送到学校的已经几个那个睡诊了，1000多个了，对不对？太多了，如果这么多年来，应该几万个跑不掉了。好棒哦！对啊，我前本来也去杨梅国小，去建好高子手，就欠孔30这个。因为那刚好是他的母校，所以他有一起去。那又去啊！那高中一半囧不你有高中亲自，你就荣誉校友啊，系吗？系啊，聪吗？哇！我们不可能什么地方都送啊，因为老实讲，我们能力也有限。当然。然后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特别去做了很多材料出来。所以我们原则上就是以附近当地的为主。那只是说上个月真的刚好碰到了我爸爸的母校，就邀请他一起去。那想不到去了之后，他也遇到他以前同学在那边当志工当了20年，然后一起30年。啊，所以是自己的同好。怎么办？我要哭了！你的故事怎么那么感人？对呀，哎呀。他自己很开心哦，就是都没有联络，是在那边遇到，都没联络。其实这是我们国小的同班同学，对不对？从那个毕业后还有反正你俩我搞走职工是从没走职工，是志工嘛，对不对？然后在学校做服务这样。那你们2个看到有没有觉得？都很开心啊，哎呀，偏窗美大白。有没有觉得对方改变动作？就是你知道，因为动作你没看到，说因为别人用你为毛，会不会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因为去走开杨梅国小做志工哦，辅导时候他们都30多年了，30多年，你都上下去看落去，所以讲看落去，我第2道当3万，佢第2班我送cái前兩扎嘅，cái報準備嘅小朋友哈，大概放移動放移，你看到高中咧，你定喺度讀喺度講。要是說我也會很開心啊。第3啊，cái操場嘅喺度嘅操場嘅舞台嘛我上去嘛韓國校嘅學生喺拖拉鼓送輪椅咯，送輪椅嘅學生。那个小朋友3啊只，昨天2拍安尼，好可爱，动等一下，很棒，动长的，我这古石堂的费松改好有力量，都有力量，还有马开古石台，刚先聊下，你等下早上来讲。上段节目咧，你谈到你个中秀年董事长哦，哇，在欠浪扎改，我们头上水墨改世界走在碰那种武安者，我觉得好棒哈。然后而且你看，因为来都好同文嘛，所以有走的动物店，对不对？也是用的。其实台大北讲哇，你做这些其实是费工的，它其实可以动费工，其实你们是多做的，可是至少也是废物。对不起，我的废物不是说那种废物，就是边料，你摸绒没摸绒的嘛，你拿了一走就是真的就是宽薄嘛哈，哎，太棒了哈！我们讲到俩哈，其实到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大家是会想讲，该系讲的咯，加不开来卖捧冲的时候，你们其实是可以客制化，怎么？要怎么客制化？对，因为其实床垫它用的久，其实床垫本身品质要顾好嘛。那顾得好的话，其实是我们制造商的责任。所以从以前到现在，可能就没有什么做不好的床的一些坏习惯。所以当然希望这个品质保持下去。那可是对消费来讲，在我们的专业里面，最在意的可能是说，他到底要怎么样选到适合他的床。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就知道，其实床垫它是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对。例如说，像爸爸比我重一点，那他的软硬适中，他躺起来的软硬适中跟我不一样，那跟女孩子也不一样。所以如果说我做一个再好的床啊，如果你躺起来
觉得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也不合适，对。所以其实我们除了把自己的东西顾好，然后像大家一样，因为现在的床垫几乎都是10年保固，这10年保固太基本了，我们就在想说怎么样去延续这件事情，让它做得更好。那第一个在帮助你挑对床的情况下面，我们就希望客人来到工厂的时候，他是不带任何的没有压力的，就躺。然后他上网看了很多东西，其实跟我也没关系，因为我不会介绍你什么东西，我就是希望你先躺。那你用身体去感觉，你在我们现场可能我们其实厂里面常常在做就50-60种床，很多啊。但是我展示床可能放个快20张床，你就躺躺看，那你就盲测完之后，假如是你2夫妻过来的话，没关系，你们2夫妻不一样，你们到时候再跟我讲，因为我们的服务人员都会学人体骨骼、肌肉或者是物理治疗的东西。那你们躺完之后呢，我们再去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告诉你说这个床垫的结构、材质跟价格，然后再经过这个流程之后，再去看您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再给你建议。所以你躺完之后呢，我们会从中去了解你在平躺这张床垫的姿势是怎么样，仰睡适不适合，侧睡适不适合。那如果不适合的话，我们会跟你们说，我们会把这个床垫的结构，可能臀部区域做加强，变硬一点点，腰部对我们做的蛮细，然后肩膀会做稍微软一点点，因为男生肩膀宽嘛，那我总不可能睡觉的时候这是很挤啊不舒服。怎么办？被他介绍下，突然很想站起来伸展一下，对，做的是蛮细的，那只不过这个很花时间，所以说。我们比较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就是这个服务上面。好棒哦！会不会有客人去躺一躺，突然很想睡觉？其实蛮多的。盲测过后，突然很想要睡个午觉，对，就是又让你什么？里面是不是有冷气？就是哎呀，好舒服啊！盲测，推啊，哎，洞穴都没睡哦。没有，推了人就我们你看，爸爸董事长真的，你看他的脸上有光，没有，当然啦。而且我们不会限制客人时间啊，所以真的有碰过几次，就是因为说真的，去买床还是会有压力。你一直谈讲小姐，不是小姐，对不起，就是走该比小改，你还有在旁边紧狂，你都待会买性惯度没就有点压力呢。看着也是很累。我们其实也跟我们自己同事都讨论，其实我们这样陪着也是蛮辛苦的，因为其实就是躺床，那我们把我们的专业表达清楚，然后帮您分析好，那其实其他的就是买卖就是双方合意就好了，也不会去强求说一定要买什么这样。好棒哦！不过讲到两个，然后向亲朋友问下问题哈，你看到你录节目录到俩讲到很多。希望就得溶洞球嘛，对不对？我们总冇希望讲，卖在民众不管几多钱，以下是白天嘛，吼，你都该希望，让你都该概念嘛，希望大家做得溶洞球。到底问下，民众人用因咧保肉，膨胀人用因保肉，膨胀做得保肉吗？做得。保溶机可以增加使用的年限，对不对？好，要谁来回答？用因为保溶应该膨胀。其实床垫它要用10年、20年哦，它最重要当然第一个是品质本身，第二个其实很多人都忽略叫做卫生。你的床垫、你的衣服如果7年、8年不洗的话，其实蛮脏的。所以在我们公司的床垫，好紧张。对啊，所以其实你平常日常保养当然要做足。日常保养就像是说吸尘器，吸尘器的话，把平常身体掉的那些皮屑把它吸干净。OK。对，然后再我觉得我今天晚上等下就想要回去吸我的床垫。可以找老家的来洗，因为老家的通常那个床很久嘛，你吸就会发现用Dyson就可以了，你就会发现吸到半杯的粉出来。哇，还有尘螨。对，有时候是身体的皮屑，有时候是里面的东西已经氧化了。啊。对，然后好紧张，这些事情要自己做好了。然后正常来说的话，就算床垫真的蛮耐用的，那其实7、8年也应该差不多要换了。那因为它这个有一个生命历程嘛，所以像我们就做了一个蛮特别的服务，就是10年维修保养。就你跟我买床的话，那我的床垫除了正常产品的保证之外，那只要是我们这边记录查得到，10年之内你可以在这10年随时找我们会去把床载回来。然后根据你的要求，把例如说床面的外观的布料换掉，或里面的材料，你希望哪一边变硬啊，哪边变软，我们再把它调整。因为
大家怎么5、6年。那么好？怎么突然间就我都不知道可以这样？对不起，俺都地走的安用你，俺想讲快贴是快贴的，你得用改塞。人家说床垫它的品质，如果你顾好的话，它可以延续蛮久的。但问题是，制造商其实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可是这个事情是不赚钱的。那对，所以我们比较希望的是说，能够透过这种方式让这个床垫的寿命延长。那其实也回归到很重要的之前讲的永续，就是少一张床垫被丢掉。对我们来讲是这样子。好，那我要开始问题，举手发问，是不是谁，比如说是不是要换面水，或者是换角度睡？因为你看嘛，一张面从安用我们还是会有惯性，应该都有因为水墨感习惯，很容易改变水，你永远都睡右边，或永远都睡左边。嘿啊，那是不是很容易颈偏水的五面它会有点塌陷？一般还都有做碰撞。家庭无下用的，那饭店用的，丽莎用的，饭店用的，贷款全部有分撇啦哈。当然无下用的碰撞贷款一般也冇买地，因都因去讲，你俩囡仔边碰撞无下即卖专业无下水是因为因水因的重量的重心啊，1/3都在洗不了边啊，重，对啊，所以重心重些水球呢，8元，就係講3張元，會洗會隔壁水些本長期都會長安都會為些，個東西是會失真了，是我多少會啲尿那去，我哋碰撞都8元個，係是轉頭，轉頭。第二碰撞平均水，平均水冇強解提供，錯冇了解。有時做啲水很好叫，做啲需要翻面嗎？以前飯店業跟老話有一句話講說3轉6翻，3個月要轉，6個月要翻。其實飯店房屋也是這樣子，那這樣就是為了讓它整個床墊平均受力，因為先生一定比太太重嘛，那總不可能。這邊先生90公斤睡了10年，太太40公斤，突然這樣子，對啊，一定變這樣。總唔得。所以床墊的保養很重要，因為大部分床墊的保固服務，10年保固服務，最終所有的問題幾乎都可以歸咎於使用習慣不佳，它有一個陷阱在，所以個人要很重視，要去勤快的做好這些保養，這個床墊才會比較耐用。哇！我相信，你家鄉親朋友今日看你倆是吼，我們大強堂頭記都重呀個故事呀，得到動到個地勢非常個重要吼。我覺得我起頭啦，董事長你聽說有動到個故事吼，可以來分享。只是我們今天真的是比較淘汰個問題，因為對你們的認識只有一點點，所以我們先一個一個來講。節目該追尾吼，只剩下1分鐘的時間，有沒有要特別什麼要跟我們鄉親朋友來分享啊？1分鐘嘅時間，有冇個特別想老大家來講嘅冇？這樣子不動讓來共創不管你批發，從容各異批發還沒有批發啦，批發沒漲，他們我一半，公司實在買沒漲一半，但是年內客戶呢，很研究很的博士，讓他到工廠，很的技術很高掛，好棒，這些只有加多冇加少嘅，意思是講生意動好啦，其實生意應該做穩定。其實我做董事長信用看到，我覺得就是踏踏實實的經營，在踏踏實實的經營，其實你的生意勝利是會穩定，勝利穩定其實是高培育，所以佢哋培育動到，所以來有啲小白屋就可以幫佢哋泡茶打嘴壺哈。今日非常感謝董事長到我們的這個徐馬隊度聊天，然後大家嚟分享，其實佢哋個故事哈非常來到，因為是簡單講到佢哋從呀個細故事，但係講永遠咧包容個民眾，希望下擺還有機會做啲訪問，佢哋談到很好多冇講個故事，因為你要真係推翻，你要知道係一隻你歷史在發展吼，所以感謝董事長，感謝徐馬。好，聽聽下來咧，希望大家有隻好嘅捧場啦，聽聽先生咧做論壇了。要將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宿勤雜，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攞兩個影片勤雜分享出去俾大家哦。